湾话艺术水阁好，搁请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讲，迄天我去找阮知己的，你知啦吼，伊的名原来一日国北部电台界的名主持人阿国啊。一日入去到伊的办公厅尔，我讲3万的冠军茶唔泡来请咧，无啊啦，无通食茶啊啦。哦，讲兄你是安那？煞唔知阮电台的经理来甲我秃头，即句秃头，台里大书店就去查，咱就查有。日本时代老辈就有讲的台湾话，意思讲吼，来甲我暗示，暗中来甲我讲一个秘密。秃头安那？秃头讲吼，有一个主持人外无站在，你敢知？是安那想？我即摆咧做即项下晡2点3点的听众遮济哦，结果伊去甲电视台国正讲唔对，电台董事长讲安那，讲吼，伊唔免主持费，唔然呢，佮摕钱倒贴电台，讲要做我即项啦，吼，啊那呢唔专门要甲你牵起来，就是安尼你看会赢啊袂赢，无想讲即项2点3点是我咧介管的，介管。原来台日大书店内底有记载，介管就是统合，就是统治。简单讲，这地盘我的就对啊。啊，讲兄你讲安尼有影。这项2点3点的时段，你经了真成功。原来真侪人爱听，真拥护我知。啊是讲唔知影电台董事长安怎样表示？哦，董事长人真好，有情有义来甲我讲哦，国啊，我甲你讲啦，当迄个人唔知虾米款的角度。唔知虾米款的意向，无定2个月、3个月做起来，伊就要阿婆人讲啊，所以我袂去听伊胡言乱语。咱两个互相信用啦，我相信你节目做了好，对电台嘛是帮助。啊，那安尼真好啊，袂使伊无好的啦。讲兄，搁再讲，我食撇的人呢，食撇伫咧台里大书店内底，原来有记载，就是讲意气用事。你若我唔赶紧大条，我来找迄个主持人输赢，专门要断我的路上。台湾话咧讲食撇，就是讲即个人熬冲动，熬安尼卡袂着，就想要使一个撇就对啊。而且台里大书店，日本时代人就有讲即个书，才有专门记载，或者食撇。这拢是民间流传，现处时的书店查较无的话句。各种头拄我讲即站短短的故事，当然毋是真正咧讲啊，讲遐当着人要来甲挑战，是用即站过程招你探讨老辈话咧讲民间目前还搁咧流传台语。进入艺术趣味的元素。